冷氣通中央冷氣清洗專家。深層去污透明報價快速上門，為什麼要定期清洗中央冷氣？中央冷氣系統長期運行，灰塵、霉菌、細菌會積聚於冷氣管道和過濾網，影響空氣質素和冷氣效能。如果不定期清潔，可能導致冷氣效果下降，空氣流動受阻，製冷效果變差，耗電量增加，冷氣需要更大功率運行，電費上升，影響健康。室內空氣污染亦引發呼吸道問題，縮短壽命。污垢影響冷氣機內部零件，導致故障。冷氣通提供專業中央冷氣清洗服務，快速上門，透明報價，確保你的冷氣系統長久高效運行。冷氣通中央冷氣清洗流程，我們的專業團隊會按標準化步驟，徹底清潔你的冷氣系統，保證潔淨、節能、健康。步驟一：初步檢查冷氣運作狀況。步驟二：拆卸爐網、風口及面板。步驟三：深層清洗冷卻盤、風扇及排水管。步驟四：高壓水槍洗內部管道。步驟五：組裝復位並測試冷氣功能。中央冷氣清洗實用技巧：日常做好以下保養，可延長冷氣壽命並提升運行效率。每二清潔爐網，避免灰塵阻塞，提升冷氣效能。每年1到2次專業清洗，確保內部系統乾淨無污染。檢查排水管，避免水管阻塞，防止水漬與異味。保持房間整潔，減少冷氣系統吸入過多灰塵。定期維修檢查，確保冷氣系統無故障。延長使用壽命。常見問題 FAQ： 1. 多久需要清洗一次中央冷氣？一般建議每年清洗1到2次，如使用頻繁，建議每半年清洗1次。2. 冷氣清洗需要多長時間？視乎冷氣系統的規模，一般清洗時間為 1.5 至3小時。3. 清洗後冷氣效果會提升嗎？是的，清洗後可改善冷氣流動，提升冷卻效能，並減少電費消耗。服務地點：我們提供全港專業中央冷氣清洗服務，包括但不限於九龍、旺角、佐敦、尖沙咀、觀塘、九龍灣、港島、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、北角、柴灣、新界、沙田、大埔、荃灣、元朗、屯門。即時預約冷氣通專業團隊，確保你的中央冷氣機長久高效運作。